尾巴离开已经解除海上警报，不过外围环流甲东部带来大水雨，传出未少灾情，所落来南部地区嘛较靠着大雨。台北市一台公车无落实停车才倒弯，所来弄到一个过路人，当伤死亡。这个死者就是桃园病院的外科部主任周家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到这风台围拍的外围环流对东部带来大水雨，传出未少灾情。伫咧花莲富里乡真侪便道因为溪水串头暂时封路，甚至有车互大水冲走。伫咧台东的市区是车路淹水，害民众塞车过路，大林乡阁有出现嘉里亚风。苏花公路、南回公路嘛出现土石流，好佳在拢无人伤亡。这是花莲富里乡的中量便道，19透早4点外，有民众塞车拄到溪水大涨，车卡着大水叉无法度顶动，只好行走。向警方报案了后，车就随后大水抢去。漂移物顶在后面，车头撞到那个路板桥塌陷下去嘛，哪头灯照，赶快跳下来，往回跑啊！都有明理便道、润田便道、甲永丰村的蠓仔洞桥工程，也拢因为溪水大涨暂时封起来。每逢好大雨就一定中断不能经过哈，所以希望我们的上级单位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哈。台东遮的卑南乡太平桥往丰信道路的方向，因为排水沟甲丰信道路塌掉咧，部分区域淹水，民众驶过时车就故障。另外，大仁乡南田村的透早9点是出现嘉里亚风，真侪物件架起空中，大约有5户受损。保特瓶堆在那边，在天空这样飞，就砰就弄到这里啊！到这边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走了啊，我就用爬的，要不然我很怕很多东西在飞在上面。另外，伫苏花公路的河仁到中德段，部分路段的行仔出现路瓜毛甲落来石头，工程人员清掉车路了后，伫透早9点20恢复通车。台北线中华公路关园到德鲁区的道路是依次已经性的封闭。台东南回公路南向段也出现土石流，目前向南的车道交通管制，按算暗时8点恢复双向通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风台尾拍离开，气象署已经解除海上警报。不过，接落来台南、高雄、屏东，对阴暗开始就会较高落雨，而且因为明仔载当着大楼，地势较低的所在就要注意，可能海水会倒击。伫咧后礼拜二，有可能阁有这热带系统的形成，敢会影响到台湾，就要去观察。雨落甲真大，雨势一直飞，要是看袂清楚路牌。宜兰地区透早一直上大雨，市区也透大风。基隆北岛渔港船只拢用锁啊固定，观光船业者讲，前一天就已经一港热风，透早趁雨变细，这日来看会停航到礼拜日。基隆屿它一天的上岛人数的上限是1200人，所以用这样推估的话，2天至少影响2400人次。基隆受欢迎的景点正滨渔港，透早游客无济，连绵出日连绵落雨，游客把握时间翕相。还好啦，应该这种天气玩起来还蛮舒服的。人潮差很多。大概平常那边都是拍照的人。对，都是游客。未拍风台宽流快，又搁伫低压带，大部分的雨量是集中伫花东地区。台东县卑南乡的二家林道，24点钟内累积雨量共要400毫米，花莲富里也超过350毫米。屏东县太武乡累积雨量也超过340毫米，风台渐渐往南派去，气象署解除海上风台警报。不过东半部干那雨势小可变细，又搁咧落，台南高雄屏东也会继续落雨。花东的雨虽然说大概小一个等级了，不过花东跟恒春半岛以及南部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豪雨的情形。此外，在其他地区的话，降雨的情况也会比今天跟昨天来的比较明显，可能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接近年度的天文地楼，气象署提醒，南部沿海地势低的所在，要适宜海水会淹起来。礼拜日到拜一，风台的外围分系甲低压带继续影响东部、东南部地区、南部山区甲恒春半岛，天气悠然无稳定。各这个航空业者礼拜日由台湾出发往回香港、澳门的航班全部取消，请旅客要注意变动的资讯。拜日了后，可能会搁再有热带系统生成，敢会影响到台湾。气象署当日密切监测。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受到风台影响，高雄屏东上大水雨。那地属高雄老龙溪串头南环公路部分路段嘛出现土石流。另外，东流线的船帮也因为这风影上大，对今仔下晡开始到明仔载是全面停航。垦丁沿海嘛拢有救封锁线，禁止游客落海玩水。
路桥也佫有土水甲路拢淹掉，受未拍风台外围环流影响，高雄山区19是路大水祸，桃园区南环公路林105线过国路段河土就流走长，嘉兴干务段出动怪手幕后抢修。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山中持续降雨，已经在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来办理预警性的一个封闭。桃园复兴里南环公路大边啊，路轮开动起来，只要甲爆花淹过，加上部分的路桥，分河往复兴管制站中道一头封起来，造成部分梅山里面无得转去，就惊下晡雨搁较大，更加歹过，民众赶紧甲管制站人员协商。若是一晚快速一清啊，这户通行应该是这样的。你在这里过去还是有几分钟的时段，弱了又要待命，又要等。未拍风台虽然无定流，也毋过今摆天气确实阻断部分山区的交通，也拍乱袂少游客行程。东流山交通专业者考虑海上因素，下晡开始到20全面停航，也造成早起出现真侪游客，大家拢要赶伫个马班船进前返来本岛。赶快提早回来，怕那边风雨，因为那边是一直在下雨，也没什么地方好玩。外围环流到预计到下午大概3、4点右就开始影响到台湾南部。那小琉球南湾水上游憩业者柜台大公休的告示，南湾早起风雨虽然无大，也不时出现长影，昆丁沿海风势线也拢围起来。尽管屏东今天呢是没有停班停课的，但在南湾的沙滩这一边呢，因为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所以沙滩目前是封闭的状态，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游客在观浪。游客无法度落水去佚佗，就到准旁礁一带去看海影。未拍风台暗时就慢慢远离台湾附近的海域，不过20余晚带来落雨甲大影，提醒游客甲民众袂用大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伫咧台北市有一台公车倒弯，煞去弄到一个过路人当场死亡。这个死者也就是桃园病院的出名的年癌医师外科部的主任周家正。在公车所属的欣客运出面来回实的，讲这个60岁司机无落实停车这个活的动作。台北市公运处嘛表示讲，要来甲业者罚9万块。公车伫路口要我甲车速放慢，驶到斑马线头前，敢若无停落来。行人要走过，当场就弄落去，当场救无回来。客运司机经酒精测试无酒驾行驶。肇事的60多岁运将伫欣客运食头路，10到透早8点外倒弯爱国西路，挖进总统官邸，煞弄着行人，人就安尼家入去车底。不幸过身的是卫福部长桃园病院的外科部主任周家正。涉案的姓李的运将服务超过10多年，今年3月退休了后，5月转去食头路。伊初步是讲，我进前有停落来，但是倒弯了后看到人已经袂赴。不过客运的业者回实的坦白讲，运将无落实停单的动作。公司上面都依照规定，一路口的监视影像有缓速，但是没有完全停下来，都非常便宜行事，最重可能会起骗的。右转的时候要进行指差确认，那左转的部分要再三确认。接下来我们会依公路法去裁处公车业者9万元。部里桃园病院发声明表示，唔敢相信，也真唔甘，强调伊的医术真好，做人真忠厚。当年投入零癌的外科领域，对病院来讲是无法度代替的损失，伊家也拢小刷来致哀。周主任一直都是对晚辈倾囊相授，然后完全不藏私。对于周主任的过世，相当遗憾跟难过。台湾多年以来，因为交通的问题，访公司行人地价，即摆发生这桩车祸，国内的交通安全搁再引起质疑。这整条路段呢，非常的长，它并没有任何的庇护岛，公车司机他并没有停下来，更不用说有没有做指差确认。针对驾驶的交通观念，到国内的车路设计感受无调整的所在，伫即届事故了后，这议题搁再受到关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新竹有一台有载10吨轻佛生的化学造车，伫咧等红灯的时阵，互后壁来刷石的车弄到，造成这车顶的轻佛生漏血。消防局甲毒灾应变小组是赶紧到现场来检解甲处理。另外，伫咧国道1号中华宝岛的路段，也有发生游览车去弄到一个施工人员，造成这个人员骨折甲血痕，目前还搁伫咧加护病房救治。化学造车来到路口停等红灯，无到几秒了后，后壁刷石车直接弄落去。
造成俗称化骨水的氰氟酸泄漏出来。枪发生伫19早起6点外，地点伫新德县德北市西滨路2段。消防局甲独山应变小组接报了后，甲座体内底10吨的氰氟酸抽出来，甲南华车道封起来。45岁姓吴的三脚车司机正凭手骨受伤送医治疗。槽车这个槽体有破损，并且有氰氟酸泄漏的情形。目前消防队会同这个处理小组在现场做指漏。相关惊险的要19早起10点外，国道1号北向217.3公里北道路段，施工人员徛伫路径6个机仔，点过一台载阮游客游览车无注意到正伫车道口落乱物件，51岁姓陈的工人直接甲弄落去，造成真侪所在骨头断去，甲胸坎积溃，正伫交互病房观察。无注意到阮同仁已经第一机仔，会起诉。城南进入车道排除掉落物时，遭游览车许南撞击而肇事。国道3号上北148公里通宵路段，18时发生驶修理车的32岁四川苏北人，因为使用辅助赛车，无注意车前状况，弄到移动清扫作业的施工防护车，撞击内侧护栏唐南75年次，驾驶大致货车，移动清扫作业施工晃撞车而肇事。左脚及胸部疼痛而呼吸会喘，给予适当处置后。送往就近的通宵光田救治。前一天，伫国道1号上北134.8公里苗栗路段有大型的车链，链仔皮落伫中线车道，造成经过车未火险弄到，总共有22台车车头受损。警方已经调看敢是去画面，对查即个造成事故车辆，后续恐惊面临1000到6000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六7月2日特别来进行罢免案的投票。今仔日国民党甲民众党是大动员，要来催票反罢免。立法院长韩国瑜佮话讲，这是一场民进党的政治大屠杀，就是要甲这反对党拢总抬了了。另外，依法伫咧投票前10日以来，也就是即阵已经禁止发布甲评论民调。不过，立委李干秀说实方质疑讲，伊伫咧电视说明会顶头搭着一条红线。谢谢大家，大家早安。7月2日罢免投票选前的礼拜四国民党立委启动区域联防，新北市长侯友宜，抑个连旧年反罢免成功的嘉南市长谢国良，也拢出现了小天。不过，李干秀防质疑，前一天的电视说明会，艺术伫民调禁制期偷搭红线，伊赶紧背回。你昨天是说可以看到数份民调反恶霸是主流民意，因为提到这个，应该再一次再去看到我整个谈话的脉络。其实我提的就是在现在的主流民意，大家走到市场，大家听到的就是说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应该多做点正事。他就是在评论过去的民调嘛，他想要借用媒体来评论他这样的言论，再一次的扩散，其实就是选举的奥博，而且已经违法了。另外一方面，罢免团体港澳都秀是找在地民代街头宣讲有声量，不过透早志刚业绩宣传的时，却发生一寡事件。你帮我拿去嘛！民众就走过来，又说我们拿钱啊，他也伸手去拉我的肩膀，他要把我从那个会场拉离开。李干秀办公室表示，无论是支持也反对罢免，都应该尊重民主的程序甲结果，呼吁包容团结。而且立法院长韩国瑜去花莲做定立委报军旗的时，就发声讲要对无公平、无正义的罢免正式宣战。民进党用国家的资源，把31席蓝军的立委全部罢免，这不是民主政治，这是一场政治大屠杀。把反对党全部杀光光。南为面对罢免，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投入反罢免，假做是南北合作。也针对要伫8月23投票的核三中起公投，中山会5场电视发表会也辩论会，民众党表示已经邀请合适的董事长党主贤担任正方代表。虽然担任民进党智库的副董事长，虽然也获赖清德总统邀请到总统府里面。担任有关于委员会重要的成员，那我亲自邀请了童子贤董事长担任其中的一个最后一棒、最重要的代表。童董事长犹豫都没有犹豫，马上就欣然答应了。那比正做正方，除了党主席甲黄国昌，佮包含国民党的立委洪晓玲留言将记者创办人黄树修。也有清大特聘教授叶宗光，也若反方的辩论人选，行政院宣布会由能源检讨办公室副执行长林祖伦，也有台电公司董事长詹文生来出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讲到，真紧就会宣布重大贸易协议，讲要甲贸易谈判扣35%，也是40%关税，引起国际关注。到底说落来要甲咱台湾扣偌济关税，各界嘛拢带咧等。国民党智库甲民众党政策会就宣布要规划召开民间版的因应关税记者会，向人民来交代可能会造成的影响甲因应的对策。美国总统川普甲对顶关税期限延到8月7日，即马时间要到啊，台美谈判结果煞还未定案。川普又阁有新的重大消息。When I send out the paper that you're paying 35 or 40% tariff, that's a deal. Then they'll call and see if they can mak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kind of a deal, like opening up their country to trade in some cases. 有阁讲要透过批信的方式，向数十个贸易伙伴发出对顶关税警告。到目前为止，川普已经对超过20个国家发出关税通知批，也甲中国、英国、越南甲印尼达成初步的贸易协议。台湾是一直也未公布。副总统萧美琴也讲到即卖状况。With the United States, our negotiators are literally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strive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reciprocal tariffs to achieve trade balance. 国民党智库甲民众党政策会会伫2日共同召开因应美国关税民间版冲击影响评估的其中报告记者会，出席的成员包含民众党政策会执行长赖香玲、国民党智库经济组召集人林祖嘉、国民党立委赖树宝、民众党立委黄珊珊、高雄地大校长管中敏等人。赖树宝搁再化成政府台美谈判伫最后进口的农业甲汽车产业绝对袂当用免关税来优待美国。美国到台湾的产品，包括关税、包括货物税、包括营业税等等，已经有600亿之多。农业鸡腿棒20%，汽车产业17.5%，我坚持这2大项不可以抵关税，不可以上权入国啊！任何政治性的操作或刻意的一个攻击，甚至于公布，希望来影响到国内的政局等等，我们认为都是非常不智，也是错误的行为。国民党呼吁执政党重视产业甲劳工的意见，刘也是强调，这个时阵应该避免用政治手段干扰谈判，降低对企业的冲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洪泰威拍虽然无直接登陆咱台湾，不过这外围环流也是甲南部带来大雨。因为顶间这丹那是风台打扫过，或者菜色继续可能暂时拢降袂落来。目前是已经启动这控制菜色继续的措施，会维持到7月24。所落来，该看菜价甲天气如何变化，再过来做调整。来大围场的促销专区景青菜，业者推出真侪优惠，正拄着假日买起袂歹。受风台甲连续落雨影响，最近的菜价是不哩贵，消费者家己有一套应变的做法。但是台风才刚过，所以它不可能恢复那么快呀，可能会换不同的菜类，就是买根茎类的啊，或是芽菜就会比较便宜啊。不知道台风来，因为现在外面下大雨，想说趁现在先来买。农粮署因应中南部青菜供应减损，青菜介绍起价已经甲卖场的通路合作，伫全台1500个据点推出高丽菜优惠专区，每一粒是1.2公斤，价格未超过90块。看一下最近菜价7月末，丹那市丰泰来进前，平均价格每公斤26块，丰泰价格了后一路起到33块1。因为产地积水无退，伊个连续落雨，7月18平均价格是44块3。十九虽然有落市价，不过依然无俗，而且进货量是大幅减少。以汤匙菜为例，价小起11块。主要是那个南部的那个叶菜类的产区有受到比较重的影响。本来是预计大概8月可能第1周或第2周会好一点，可能要看这2天南部会不会再持续的受到影响。台北市市场署讲，就因启动蔬菜边价做法，经由大台北地区超市通路推出边价蔬菜大约50档，亲像国产马铃薯进口的青菜火车品项，一波做法继续到24，会看天气状况加菜价波动情形，才决定是不是再推出因应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有一个已经成立30档的牛犁社区交流协会，长期以来拢咧关心这些老人、囡仔、妇女甲环保等等的议题。即马这受过帮助的这些囡仔大汉了后，是要转来接手，继续为社区来服务。因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带大家做伙来感受到当地人情味。做得很好，没有了，大家多点支持，蛮感动。30年前，杨坤别因一个伙仔去花莲丰田开点新店，因为有4个囡仔，所以伊特别关心在地学生隔代教养的成长环境。因甲3个在地家庭做伙成立牛犁社区交流协会，
展开社区营造的头一步。推儿童中心，们才知道说，哎，建物嘛，你推设计总体营造，哦，所以我们就把从关心儿童，哦，开始关心到这个老人，哦，关心到土地就业，哦，关心到妇女议题，慢慢延伸到环境议题，所以给看过就愈做愈深入了哈，愈做愈对啊呢。杨焕轩甲因小弟杨富民，因为从细汉就对厝里做伙咧做社区的服务，培养服务的精神。大学出业了后，倒来协会斗3工，成做第2代社区营造的工作者。对，就很自然就回来，因为我可能从国中，然后高中到大学，就我各个寒暑假都是在协会工作，或是去其他社区做一些实习啊服务，就蛮自然，就觉得这好像就是我生活的一环。那我就是直接推我们牛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花莲很多单位的辅导团，那我们能不能作为另外一种平台，去让更多的单位进入到我们这个里面，等于说用民间的力量组成另外一种政府的感觉。这个它要包平面的这种。最近这几年，搬来花莲甲回乡的少年人愈来愈多，为了回应地方的转变甲需求，杨富民甲其他的少年团队成立3下线，做伙面对区域的发展。像是嘛，甲已经趴园真久的旧戏院改造做社区的公共空间，特别设置亲子的设施，为偏乡欠缺幼囡仔资源的问题，找出新的解决方式。大同戏院的就是建起来之后有亲子啊，我应该下课有时阵我来去家来家，好，啊，伊就跟我同事的小孩啊，一起去那边这边玩。这边画一个植物这样子。牛若肯做，就唔惊无田头好咧。这是牛类协会坚持的精神。30年来，因伫资源有限的偏乡镇间，打造出强好社区的支持系统，为青年创造可能性。今嘛行到世代交接的时刻，因拍拼唔放弃的力量，嘛会继续延续落去。记者吴德庆、叶家军，华联报道。天气报道在，咱做伙来关心明仔载佮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7度至35度，中部地区26度至35度，南部地区26度至33度，东部地区25度至31度。一个外岛地区27度至32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林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